是茫茫人海，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。那个航天晚会怎么样？我得答复人家了。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这是我的荣幸嘛。行，那我就答应人家了啊。我觉得这事儿挺好，对形象挺正面。再说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于老师呢啊。于老师那么优秀，也许当个嘉宾什么的。说不定。哎，上次庆功会于老师就没来，回头你有空了，请于老师吃个饭啊。再说吧。箱子这儿，晚安，早点睡觉啊。晚安，晚安。时光回眸，又跟往事邂逅，落笔心头，是欠你的问候，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，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。人海路口，你孤单了多久？星空宇宙，我习惯了漂流。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，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？今天能否约定，一字一句说给你听，想回答的问题，是茫茫人海，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，是我才为你而充实的光阴。今天能否感应，这满天星辰都证明，我想找回是你，那守在梦的起点，为我刻下的记忆，是你的拥